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中国，建立了秦王朝。同一时期，古罗马人和古迦太基人争霸地中海，塔拉戈纳成为古罗马人对抗迦太基军队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在西班牙成为古罗马帝国行省后，塔拉戈纳作为内西班牙辖区的首府，是伊比利亚半岛最重要的城市。古罗马时代的塔拉戈纳兴建了半岛最大的斗兽场，珍禽猛兽在与傲慢的人类搏斗，从欧洲各地掳掠来的决斗士们在这里用血肉书写传奇。2万观众疯狂的呼喊声被存储在静默的石块之中。离斗兽场不远的竞技场保存着完好的地下通道。2000年前，4轮马车从这些通道驶向象征着无上荣耀和无限财富的竞技场。在这幽深绵长的甬道里，即便没有光，也有植物在悄然且顽强地生长。你可以伸手摸索2000年前的石墙，近距离观看让古罗马人为所欲为兴建大型建筑的伟大发明——古罗马混凝土。古罗马人用火山灰、石灰、碎石和沙子创造了古罗马混凝土，允许他们在任何需要新建城市的地方修建高大建筑，突破了古希腊人修建大型建筑必须靠近采石场的限制。整个塔拉戈纳古罗马老城就是用巨型石块和古罗马混凝土建造城市的典范。塔拉戈纳因为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规模庞大的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城市。2000年前的残垣断壁是时间的印记，塔拉戈纳沉淀2000年依然鲜活。